意大利的时尚大师阿曼尼随时伫咧米兰过生食到91岁。阿曼尼被看作是意大利优雅化身哦。伊所创立的时尚帝国，就包括服装、香水，也有化妆品等等，这期待是超过100亿美金。阿曼尼伊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，全球的名人嘛拢伫咧社群平台表达哀悼。 米兰圭亚路阿玛尼品牌旗舰店头前，将对市民甲时尚款的历史伫咧遮悼念。阿玛尼自1975年创立同名的品牌，到呾以简单有力的线条加经典的剪裁，完全改变西装的刻板印象。带动 Power Suit， 也就是宽了套装的流行。伊毋定义意大利的时尚，也甲品牌扩展到奥运代表队的制服、红地毯服饰，也阁有生活用品。阿玛尼在新的时阵正低调，因过伊作品是流行全世界。Sad to hear about his death, and I came just to pay my respects. Giorgio Armani was very loved in Milan, and he was a great man and with great fashion. 阿玛尼自一台最大加藤车起家，后面变做超过100亿美金的全世界时尚帝国。以1934年伫意大利北部的皮亚清查出世，本来想要做医生，尾仔伫咧时尚圈找到真正的舞台，先伫咧米兰知名的百货公司做图腾的设计，尾仔入去时尚品牌，慢慢累积经验，到41岁才创立家己的品牌。Giorgio Armani 用简单有力的线条加流汗的西装外形，彻底改变男装的风格，互人讲是。 改过传统西装的设计师，美国福比斯把伊列入全世界前200大好野人，伊影响的唔但是穿插，也有文化甲生活。理查吉尔、凯特·布兰奇等明星拢是阿玛尼红地毯的代言人。He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 world dresses, especially the way we consider tailoring and suiting, but also as a businessman with a huge empire that he started by selling his Beetle car. It's a fairy tale story. 阿玛尼伊的一生见证时尚甲产业的演变，伊代表的极简奢华，真做意大利时尚的代名词。伊的事业包括化妆品、香水、家具设计，也有酒店。伊过身的消息传出了，真做有名人，亲像维多利亚·贝克汉、乔吉 model、辛蒂·克劳夫、演员山缪·杰克森，也有时尚设计师范伦铁诺等人，拢伫咧社群平台悼念这位真正的传奇。公司新闻张伟玲、吴其昌编写。